收听7月26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章12到17节。撒母耳记上2章12到17节，无限赛局的神警示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认识至圣者吗？若我们认识这位赏赐我们自然律，透过大自然来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也让我们活出尊重敬畏上帝生命的主，我们就要从其中来经历那生命的泉源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箴言13章13到14节。这里说，藐视教训自遭灾祸，听从训诫稳妥安全。明智人的教导是生命的泉源，智慧使人逃脱死亡的险境。然而死亡的险境真的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无法逃脱吗？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就在那个一点一滴失去敬畏，没有寻求上帝心意的过程中，我们就热死了。最近的天气适逢农历节气的大暑，又碰上了全球暖化的这个高峰一年一年都比过去还要来的高温。台湾各地呢都创下气温新高，连电脑上都会出现这个气温的警示，警告我们不要随意出门，因为许多的人正在面临各种可能的热伤害。其实有专家统计，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，因为热伤害而就诊的人已经上升了 85.8%， 1.85 倍。从过去10年前到10年后，大概1000多人变成一年会有2000多的人，2700多个人因着热伤害，像是中暑啊，像是热衰竭啊等等，因为热造成身体的不适的情况，去看医生的人越来越多。在这个夏天也是如此但是不只是这样，热死人的案例竟然不只在台湾出现，因着全球气候变迁的实况，也出现在温带气候国家。这些国家原来在夏天是连冷气都不用装的，吹自然风也很凉爽的，但是现在的温度竟然跟这个亚热带热带地方的国家温度是一样，甚至超过，因为有热浪。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仅是这个气温数字上的变化多了1度多了2度，而是这多了1度2度当中，对整个全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。我们有 get 到这个警示吗？我们需要来好好认识，特别是透过上帝创造的大自然，让我们来活出那敬畏上帝的态度。然后在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上帝创造这美好世界，甚至给我们尊贵的身份。然而这2个领受这样身份的以利的2个儿子，他们却是在上帝的话语中被形容被评价是相当负面的。和合本说，这2个以利的2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在现代中文译本说，这2个儿子是无赖，因为他们藐视上主。这里讲的不认识，其实就是他们明明就认识，却没有活出那个认识上帝的关系，使他们的生命陷入到罪恶当中，而且陷入到罪恶当中，他们并没有悔改，还藐视上帝的心意。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以利没有教导，然而在这么多祭司大祭司只有1位嘛，可是有祭司有这么多位在服侍在上帝面前，但是这2位祭司他们的父亲是大祭司，他们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学习，但他们不愿意按着自己的心意。在今天的经文来看，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是自己不尊重上帝的规定，不尊重上帝对于这个时候在献祭上的这些律法规定，
让人看见这些祭司都不敬畏上帝，不仅是让他们自己犯罪，他们还绊倒别人的信仰。正当有人要献祭要煮肉的时候，这些祭司的仆人就来干嘛呢？就是在讲这2个儿子，他们就拿着3尺的这个叉子，将这个叉子往这个锅里或者是鼎里或釜里就一插，就把那个还没有煮完还没有献祭完的祭肉给插起来。这是一个非常忌讳在当时旧约献祭制度里面的一个做法。然而他们并不听别人的劝，也不管别人的眼光，按着自己的心意，自己觉得开心，自己觉得可以，就自己这样做。而且在这里献祭的人如果跟他们说要先烧掉这些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因为这是当时的献祭的规定，要将这个脂油要献给上帝，要燃烧殆尽，然后这个肉呢，这个祭肉煮熟的祭肉才会给这些服侍的这些祭司来使用。但是他们不仅不听劝，还自己抢过去。这2个人所做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的提醒，一个警示。17节说，如此这2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现在中译本说，在上主眼中，以利这2个儿子的罪非常严重，因为他们不尊重献给上主的祭物。当我们面对到整个大自然的环境，面对到我们的生活，特别我们认识上帝他的心意，透过教会，透过现在的礼仪制度，透过现在的生活方式，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要得着那个从上帝来生命的泉源。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不尊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正陷入在那罪恶中。而这罪恶中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说大自然的变化，我们就会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最后被煮熟了自己都不知道。然而这2个儿子，以利的这2个儿子，他们面对到这情况，他们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听教导，甚至我们后来会看到以利讲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什么好，我还是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尊重上帝。而他们也即将为不尊重上帝的结果来负责。这也让我们再次来思考，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给我们每一个人，面对到这个全球的气温的问题，这个环境的变化，如果大自然也是一本上帝写给我们的书的话，我们如何来好好的对待跟尊重在现在的这个情况当中呢？其实就有人说就可以做10件小小的改变，来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永续下去，而不是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好像没有回头路我们可以借着随手关电源，或者是在我们吹冷气的时候，特别是晚上有人太热真的睡不着的时候，可以用舒眠的模式来省电。甚至我们可以再多搭乘这些交通的工具一起共乘，或者是用各样的方式少吃一些会造成二氧化碳更多的肉品，让我们能够来对待这个世界是更友善的。甚至我们在资源回收上面可以有更好的做法，让我们的地球可以永续下去。其实透过这些气候的变化，透过圣经的话语，其实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上帝赐福享受这一切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误用了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尊重上帝所赏赐的这一切，其实我们可能会使自己陷在罪恶中，甚至绊倒人的生命。就像以利的2个儿子，他们对上帝的不认识，这个不认识不仅是指说他们不认识上帝，而是指说他们跟上帝没有合一的关系，而造成他们各样藐视上帝、绊倒别人信仰的行为。这提醒我在生命中哪些地方我更需要来认识上帝呢？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有这个地球，你让我们居住在这大自然当中，更是透过大自然一再的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也透过这温度的变化警示我们要正视这个环境。主啊，更是要正视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，叫我们不高举自己，好像我们就是上帝一样，而是我们回到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就是人类，尊重这个大自然，也尊重上帝你的心意。更是在这尊重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多想到我们这个尊重的动作跟行为，不仅是带来我们生命的祝福，更是让我们身边的人，甚至我们的下一代，可以继续享受在主你的恩典当中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警示，我们更要寻求你的心意，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活出那跟你和好合一的关系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真实的丰盛，而不限制在自己的想要跟需要里面而已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求主你赐福我们在这个很热的天气当中，活出从你来的平静安稳，活出从你来的凉爽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在这个炎热天气当中，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上帝来经历那个从他来的凉爽，更是知道怎么活出使我们生命平静安稳的能力。我是思倩牧师，谢谢你跟我一起来收听我们明天见。